寻此修习善法故，无信易得战增长。善缘等我诸学人，若得见此如获益。为了能够可以在增加善的心所以他就是著作这本书呢，就是为了他自己增加善心，也并不是说是利益其他的众生。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因为只要是任何一个人听到一句菩提心的利益的情况下，都是会增加善心。所以呢，就是将来也是有可能会我和我同等的那些学习佛法者，那么就会得到一些获得短暂的利益人天果位，跟获得究竟的利益圆满解脱轮回的一切痛苦，获得圆满菩提果位的，那么这些应该会变成有这样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吧，就是他实际上所讲的前面呢，就是非常的谦虚的，就是说他那第一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讲出来什么新的东西，第二来说的话就是著作书本也好，写词也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文法跟那些都是不是特别的善巧那加上呢，就是我并没有什么利益他人的这种发心，但是这里一点是非常重要，他就是说，因为任何一个人听到菩提心的利益跟功德的情况下，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德，就是让自己能够可以内心里面成长善心，所以成长善心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最后获得两种利益嘛。两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利益，就是短暂的利益嘛。我们就是永远获得人天果位。我们永远获得人天果位是为了要做什么？我们希望获得人或者是天的这种果位来说的话，并不是为了要享受人天的这种实践的这个果位的这个过程。最主要呢，我们就是可以能够获得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果位的，我们可以修持佛法，可以为一切众生发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最后获得究竟的利益。那么就最后获得究竟利益的时候，才是我们可以利到一切众生所以这是一个结果。那么为了得到这个结果，那前面我们就是必须得要学习菩提心。所以呢，从这里也是可以说明，佛陀有的时候这佛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一个修行人完全是依照佛法，也不依照不依靠人，也不为人的行为有所改变，我们必须得要按照佛法来能够可以学习。那有的时候就是传法的上师，也是他传法，就无论是什么样子的身份，他传法的上师不是什么特别高贵的身份，或者是特别高贵的这种有本身的就是这种宗教的这种名号的，就像就是他是转世活佛什么就是有什么法王，什么就是寺庙的主持，什么大的什么这些，根本就不用管这些。如果是有一个人真正的讲的法是完全正确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完全的正确的没有错误的那种教源，他能够可以说传的情况下，那完全就是依靠这个而能够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不依人，只要是以法都一样的道理。今天这里面吉田菩萨也是说，他就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很谦虚那么他平常今天的这个谦虚，他并不是在法座上装出来的。那么在整个的那兰陀寺佛学院的他的过程当中，他本身的行为就是每天他就是实现出让人家看的就是他今天讲的一样的，
就不是什么好的学者，也不连一个好的学生都不是，他就是一直都是很低调的，然后一切的成就感，一切的这种学问都是隐藏在他的这个内心当中，然后他在外面实现出的这个外表，那就是很普通，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学生，然后甚至呢，就是大家都就看不起，变成都已经看不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他的行为呢，在上面所讲的，他并没有为一切众生的发心，也没有想到那么伟大，然后也是这些都是非常的符合的。然后但是重点是什么？不管是任何人，主要是今天听到了菩提心的利益，那就从自然而然，连听到菩提心这样的一个三个字的内容，三个字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都是有非常力量的，非常殊胜的。那么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一个那个声音。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里面，那声音可以改变人的心嘛？那么就像一个音乐呢，今天就是很好听的音乐，那就心里就是会听一个轻松的音乐，会有帮助人的心情平静的这种情况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是听一个非常浮躁的音乐，那就心也会越来越乱嘛。那么就是听一个非常兴奋的激动的音乐，那人也很感动，就是很能够可以跳得起来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改变的情况下，主要是听到菩提心这三个字都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有很大的力量的。那么他的功德能够可以提到他的功德，那就更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是这里就是特别的，就是对自己做很大的谦虚。这个当中呢，就是提高了所谓的这个法的菩提心的它的这个价值所谓的法的价值。所以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很多时候呢，就是不是说靠人，就是靠佛法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子？主要的依靠是什么呢？主要的依靠是谁？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能够可以改变，变成佛陀所讲的一样，这就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那么菩提心也是一开始我们就要学习，然后真正的会有了有了菩萨的这个菩提心，那才是真正的变成菩萨。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变成菩萨呢？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他就是前面讲的部分来说到，就他自己的谦虚感，然后就是提高所谓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珍贵性，它的价值性。那我们必须要懂这个方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位上师或者是一位高僧大德对我们进行一次加持，那应该是很殊胜，也可以这么想。但也是最主要我们能够可以成佛的，除了这样以外，还有更为殊胜的，就是自己要修持。那么自己要修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菩提心，要发菩提心，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这么珍贵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能够可以产生菩提心的最珍贵的东西在哪里？那么是谁呢？那就是一切众生。我们在修行八颂当中所讲的，就是一切众生对我来说要作为如意宝，就是摩尼宝，最珍贵的就是一切众生。如果我们没有一切众生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菩提心。Laman
Lama